伫咧世台湾，中国队直直咧甲咱台湾队起无空哦。自台湾乒乓10步团体组拍败中国队，摕到金牌了后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人先甲主办单位抗议，咱伫咧比赛场喊台湾加油，然后佮要求甲咱的国旗摕落来，甚至佮走来抢咱台棍道选手的祝贺电报。今天晚上，跆拳道对打我国男子团体，再度获得银牌。 中国队又再次前来抢夺我们的贺电，我在这里严厉的谴责中国队这么不明的犯罪行为。德国是民主自由国家，颁发贺电给我们自己的选手，与喊台湾加油对我们自己选手的支持，完全不是奥会模式的范围。中国队，请勿再将奥会模式无限上纲，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。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人员同面来抢走咱台湾选手，要来抢台湾选手的祝贺电报。加在边啊有人甲阻挡，咱的体育署长是讲，中国毋若向大会抗议，咱喊台湾加油是违规。前几日嘛，伫咧羽毛球团体比赛结束了后，要来抢贺电，甚至进一步甲主办城市施压，要求咱甲台湾中继站物理治疗所门口口的国旗摕掉。后来爱松市长有甲咱回示的，即届佮发生即款抢贺电的代志。体育署长嘛替台湾选手发声，谴责中国队因的这款行为。